Hello，大家好，嚟到2025年5月18號嘅沙田日賽，首先又係講經時間。近年咧有唔少練馬師都唔合格啦，甚至係徘徊喺合格線嘅邊緣啦。咁今季截至5月，非常之好彩地咧，大部分練馬師已經合格啦，只係爭鄭俊偉爭一場頭馬先過到合格線嘅啫。咁不過距離煞科仲有成2個月時間，相信問題都不大嘅。咁另外就係近排成績都非常之好嘅容天鵬咧，年滿66歲，但係佢啱啱亦都宣布就想繼續續牌嘅。咁但係按照馬會嘅慣例啦，一到66歲咧就要係退休噶啦。咁睇嚟容天鵬咧要喺嚟緊嘅2個月贏多啲頭馬先可以提升到佢嘅 bargaining power。講下第6場4班1000米賽事，咁呢場係3T 場合入面嘅，咁時妹預計呢場步速會偏快啦，有手到齊來兩區好有呢啲放頭馬嘅。咁首先4號嘅金塊飛飛啦，呢隻馬都真係唔嘢少嘅，上場初出1000米出閘慢閘嘅，咁沿途走位都唔暢順啦，去到差唔多得翻300米嘅時候嘗試帶車先 cut 出去衝啦，咁但係冇辦法啦，太前望空嘅關係，翻到嚟輸唔遠嘅。咁再睇埋佢呢一場之前嘅嗰課集呢，其實佢咧係追緊華麗再勝啊、標誌銀行、安晴呢啲過百分嘅馬，咁所以其實呢隻馬咧質素應該係高嘅。咁而且今次成為熱門，我覺得係合理嘅，但熱門嚟講呢，佢都算係好分噶啦。咁首先就揀選金塊飛飛。另一匹就係11號嘅風采人生啦，呢匹馬過往成日有慢閘嘅問題，不過睇翻佢近4次出賽咧，呢個問題已經改善咗啦。重點係咧，佢都出自強組出品噶，前仗527場次啦，撇除幸運星球彈甩嚟贏，同埋第2、3名都係啲4班惡馬之外咧，佢贏輸咗嘅第4、5名魅影歌飛同埋金創福威啦，其後再出一個跑贏，一個跑第2，屬於強組賽績嚟嘅。咁今次咧佢重配翻周俊樂啦，其實人馬合作對上一次係54分噶，咁今次評分已經減咗8分，相當有優勢。咁今次輕磅再重戴眼罩，相信有成11倍咧，都真係幾值博嘅。所以今次我就比較傾向中意一條單棍連贏位置 Q， 就係4號金塊飛飛搭11號嘅風采人生。咁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如果中意咧就記得俾 like 啦，拜拜。